在全球各地想听广播客语节目，中央电台是唯一的选择。报道有关客家人在外地的心情故事。本人客家历史堂中央广播电台为大家播出的全球客家。主持人张振坤正透过广播节目的方式，和全球客家人在空中连线，聊聊客家事。以台湾客家文化来做基础，再加上呢，世界各地嘅乡亲呢，佢所提供嘅来信，比較傳真，比較天路呢嘅天字信件哈。他將那個資料呢播送出去以後，建構全球客家鄉親一個聯絡嘅感情嘅平台啦。这段心情故事是住在加拿大的客家人针对南非客家人来访所做的一段访问。其實住在國外的客家人，往往是節目在當地的最佳特派員。派員記得呢，我去訪問世界各地嘅客家鄉親，將佢哋嘅心情嚟講出來，大家做一個交流。除了廣播之外，全球聽眾還可以透過網絡的方式收聽節目，以及以電子郵件適時反映個人想法。像這種和客家聽眾拉近感情的互動模式，是中央電台客語節目所堅持的目標和努力的方向。民視新聞徐新全、陳小青台北報道。客家人勤儉的個性可以從使用的器具看出來。收藏客家古文物10多年的歷史苗栗市民彭雙到目前為止已經收集有上千件的物品。上一炷香，彭香松按照往例向古文物焚香祈求平安。这处不到5坪的小房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客家文物，虽然有些物品已经老旧，不过这可是彭双松骄傲的宝藏。有10多年，手帕有5、6千件啊，那个就是民生用品哈。给把英国台湾啊寄博了。像这个小梳妆台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而古时为了保存茶叶，用竹筒做的茶罐里头的老茶叶也有50年以上的历史。加到加到唔判的泡的是要落茶，要把新生年的落茶。新生从以往客家人使用的瓷盘和官方进口的比较，您大概可以看出客家人的勤俭朴实，而这些古文物也见证了时代的历史演变。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烟楼是美浓的产业象征，当烟叶萧条，烟楼不再飘出熏烟的香味时，从事陶艺创作的美浓子弟钟建志改造了烟楼的内部空间陈设，让烟楼化身为陶艺馆。这是美浓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文化象征烟楼。到这里欣赏陶艺，烟楼的主人阿志姑会用他创作的柴烧陶壶泡个好茶欢迎你。品茶赏陶，钟建志把烟楼浴火重生的生命力诠释在他的作品上。一片有灰，一片冇比到灰，所以会变成安尼奶的色身，一片安尼灰的色身，所以冇比到灰的地方就会有火的纹路，所以彩色的东西就会安尼变化。原本用来熏烟的工作室，这一下子成了陶艺展示空间。所有的空间改造工程，阿志姑全都一手包。就改颜料改规个挑空，中间弄挑空。變成我唔對大廈看到都留蛋糕嘅人就會看到留大廈。從1樓到2樓，鐘建志盡可能保留煙樓的空間特色。問他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心思來改造煙樓，原來是一份煙農子弟不捨的心情。當你走遍這棟陶藝煙樓，從每個角落的佈置就不難感受到它的巧思。民視新聞黃美惠、蔡世勳高雄報道。